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同心来祈祷。因为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主，阮愿意谦卑承认，阮是有罪的人，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怜悯。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无受到外面所有环境的因素的困扰，互阮会当用专一的心来服侍你、敬拜你、亲近你。求你帮助阮，用阮的敬虔的服侍，互你得到荣耀，互你得到满足。现在主，阮也将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仰望交托伫主的手中。无论伫倒一个角落，什么款的服侍，主你拢透过圣神的引带，互阮做美好的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你伫每一个细节顶面掌管，补满阮无够遐的所在。亲爱的主，我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我教会所有的中级同工，会当得到你的引带保守带领，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今日礼拜结束了后，阮也要召开中级会甲小会，求主伫整个过程中间掌管做主，保守看顾一切。因为的主，阮也为着教会所设立的逐个机构来向你恳求，无论阮伫幼儿教育，或者是对老人的服务，对弱势的关心。主你拢甲阮三甲之地，亲自保守看顾阮所推动的逐项事工，借着这个事工，互每一个接触这个事工的人得到福气。我恳求你保守看顾阮所设立的这个机构，一切事项拢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赐福。阮也恳求你甲阮的国家。台湾三甲之地，最近这疫情甲先有升温的趋势，求主怜悯看顾带领，亲自赏赐阮平安。主啊，阮知阮家己的软弱，伫阮无够野破起来的所在，求你补满，求你掌管。也互阮明白阮家己的软弱，需要追求大权能的上帝，来得到真实的保守。我也恳求主你兴起台湾，奉你的名所设立的逐个教会，有教会伫即个非常的时刻，会当接受阮的责任，伫即个世代为你做见证，带互更较侪人真实的愿望。我也将世界各国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形下面，真侪人失去愿望，失去信心，也失去彼此相疼的疼心。求主亲自引带保守看顾，互阮赶紧度过这个难关，看见着主所赏赐阮真实的愿望。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有愿地爱得到，就是世人徛伫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兄姊妹平安，咱做来敬拜咱的上帝，请起立。圣诗178首，愿爱上帝圣殿，愿爱上帝圣殿，吟全首。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咱的上帝。慈悲怜悯疼痛，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保守阮的性命到今仔日，纪念活命的性命，人类的托笑，拢是伫你的手中。阮的性命不过是一口气。但阮常常得罪上帝，得罪天，阮自高自大自满，看无别人，只有看到兄弟眼中的刺，却毋知家己目睭有查苦。阮轻看上帝的救恩，藐视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到当全世界有缘陷落伫死亡痛苦的深渊，不凡一样。造成侪人不断的死亡、破病，全世界破病已经将近1亿人，无辜死亡人已经超过200万。这是何等悲伤悲哀的代志！阮何等的痛苦甲惊吓，阮就要深深的反悔、谦卑悔改，像剃头拆破衫。坐伫火炉头顶来认罪，阮讨厌家己，看无家己。但阮恳求上帝赦免阮，搁一届示露上帝赦免的宝血，搁一届洗清阮的罪恶。互歹的离开阮，亲像东离西遐尼远，搁示露上帝你恩典大大，那天离地遐尼的悬。阮的台湾国家受到上帝特别的怜悯、恩典带领。
伊愿会当自由饮食，喘气自由行动、自花敬拜，成做全世界少数几个当自由生活的国家，也是全世界上安全的所在。感谢全能上帝特别的眷顾。阮的生命是你赏赐，阮的生活是你保守。我们将阮的生命献予你，做主路用到一世人。阮的手献予你，为了主所采用。阮的脚也爱为伊所善，常常为主行无善。阮的声音，予你用，欢喜而乐，主无煞。阮献嘴唇为主发声，传播福音救灵魂。在7日中上水早起，你搁一届组织敬拜时，来圣殿召见敬拜你，求圣神甲阮同在，运行管辖圣殿甲敬拜时，予阮甲你三主，赏赐阮有合一专一的心神，有合一专一的耳孔，有合一专一的目睭，通专心专意来听你话语。请你赏赐阮天顶的智慧，拍开阮的心思意念，通领受你话语的奥秘，通真正明白你的心意，通做阮脚前的灯，路前的光。搁加添阮气力，通照你的心意来行，通做你的见证，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上帝。阮中间有身体欠安、心情软弱、生活困难、失去亲人，求你亲自安慰、带领、束缚、医治，赏赐阮对上帝来安慰、带领，予阮伫患难中也会当欢欢喜喜，因为阮知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愿望。愿望无至到见效，因为上帝听，透过信心来管安阮的心，赏赐阮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全然无负担的安息。阮的祈祷无够额，我要一声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我以天的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荣耀，你的旨意伫城，如此伫天。阮的食物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会赦免过阮的人，无抵触阮的志气，咱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翻开启用第24篇，圣经后壁第37页，第37页，我来启，请向这边来印。所行完全，顺坦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要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目睭越走，无看虚假，
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咱过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44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起立。请坐，这时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
而且圣歌对一切荣耀归予上帝。咱搁来强读上帝的话。上帝话记载伫历代志上29章第1到20节。历代志上29章第1到20节。大卫王对会众讲：“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特别管，又搁少年又气，这个工程真大。因为这个殿毋是为着人，就是为着耶和华上帝起的。我为着我的上帝殿已经尽气力，备办金做金器，备办银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茶做茶器，搁有红玛瑙、甲檀香的宝石、光石、彩色的石，以及逐项的宝石、石石极多。因为我羡慕我的上帝的殿，就伫备办去圣的材料以外，搁用我本身所积聚的金银，献伫我上帝的厝，就是乌灰的金3000塔连德的金，锻炼的银7000塔连德，来按遐个厝墙，金做金器，银做银器，做师傅的手所做才会工。今日有啥物人欢喜将本身献予耶和华？对安尼，正族长甲以色列各支派首领、千总、百总，以及监督遐个甲王做工的，拢欢喜来献，因为对着上帝殿的路用，现金5000塔连德，连10000达里克，银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0000塔连德。既然有宝石的，拢交代技术人摇业的手，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为因甘心献，百姓拢欢喜，因为因尽心献予耶和华，大卫王也大欢喜告急。所以，大卫伫正会众面前学了耶和华，大卫讲：耶和华，阮的主，以色列上帝啊，是应该学了的。对永远到永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光、德性、威严，拢是你的。既然伫天顶第一个，拢是你的。耶和华国也是你的，你是至权，最万有的头。好业尊贵，拢对你来，你也掌管万有。伫你的手有大权能、大气力，互人尊大。互众人大气力，拢出伫你的手。阮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荣光的名。我是啥物？我的百姓是啥物？阮竟然为安尼欢喜奉献呢？因为万物拢对你来，阮用你的物献予你。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架骹的。甲你的列祖一般样，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仰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阮备办遮个侪材料，要为着你的圣名起你的殿，拢是对你来，也拢是你的。我的上帝啊，我知你监察人的心，欢喜正直，轮到我用正直的心欢喜献这一切物。当我看起你的百姓伫遮拢欢喜献予你，我就欢喜。耶和华，阮列祖亚伯拉罕、以色列上帝啊，求你互你的百姓常常顺祝福的心思意念，为办因的心归向你，搁求你赏赐我的囝所罗门真实的心，来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
做成这一切事，用我所备办的来起电。大必对遐个会众讲：恁着学了耶和华，恁的上帝。对安尼，会众学了耶和华，因着做为上帝，额头拜耶和华甲王以上。咱即摆恭请蔡牧师来甲阮教导，伊的教导是圣经人物学的代笔第3讲，咱用恭敬的心来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教会设立已经有108栋吼，伫这个年历中间，咱领受上帝恩典，一心期待教会当真正做上帝所欢喜，互人得到福气的教会。大家可能会感觉讲，今仔日题目有一寡奇怪吼，咱教会敢有建堂的计划吼？为虾米牧师要分享建堂奉献？其实咱爱理解就是讲，双连教会伫100多栋的历史中间，捌有几若遍建堂的经验。咱来看，这是第一个礼拜堂吼，迄个时阵呾起造吼，咱教会呾被设立吼，所以礼拜堂的规模较细。然后这是第2个礼拜堂，然后咱来看吼，这是第3礼拜堂。咱即马所组织的即个所在吼，是第4个礼拜堂吼。最近即遍就是第4礼拜堂，咱是伫1971年开始兴建吼，1973年落成哦，即个双连大楼。距离今仔日已经有48栋。当然，咱目前咱的大楼拢也会当使用，而且可能也会当用一段时间。但是咱爱思考一件代志。就是讲，咱做代志就是爱有计划，爱向前看，爱做准备吼。假使咱20栋，还是讲30栋了要重建吼，就亲像大笔同款吼，伊家己无起造即个圣殿，是伊囝所罗门所完成的。但是大笔为所罗门做一件代志，就是伊先做准备，准备了真侪材料。了后，这所罗门才会当完成起造圣殿的工作。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吼，可能咱可能20栋还30栋了要重建吼。在座若讲比我年纪较大的吼，咱可能无法度实际参与着后一遍的教会的重建，可能爱有年轻的一辈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总是咱会当做准备啦，咱做准备，互咱即马开始做准备吼，会当互后一辈的人较容易来完成即个事工。所以若按照教会的计划吼，咱伫后年，就是咱设教110周年的时阵，咱会成立一个建堂基金，互大家开始来为着建堂来做准备。但是今日牧师主要毋是要甲大家讲，要安怎重建教会吼。牧师要甲大家分享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讲，为虾米要起造教会？起造教会目的是虾米货？第二个方向就是讲，咱要来分享奉献的意义吼。这甲咱的信仰生活有真大的关系。所以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主啊，这是阮用恭敬的心，恳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也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早起所读到的经文是大笔呼吁百姓为着起造圣殿来做准备。所以咱要透过这个经文来思考讲，第一个方向咱要来思考就是讲，为什么要起造教会？当然起造圣殿吼，即就是讲起造一个礼拜堂，甲起造一个教会，这是无共款。礼拜堂是建筑物，教会是一
一群被呼召的人，就是你甲我。啊，所以咱要对安尼来思想。咱首先来理解，就是讲，起造上帝的殿，还是讲起造教会吼，其实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荣耀上帝。咱看见着大卫对会众宣告讲，伊讲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拣选的，但是伊还阁真少年，欠缺经验，而且伊要完成的工程是非常艰难，因为这毋是要造互人大的宫殿，是为着主上帝所造的圣殿。所以咱来理解，大卫伫遮带以色列百姓讲，为什么要起造圣殿？为什么这个工程遐尼重要？因为这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上帝起造的。当然，伊是咧讲一个圣殿，一个建筑物，但是伊对咱来讲，咱嘛会当来思考讲，这是咧帮助咱去思考教会设立的目的。虽然兴建圣殿是互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固定的所在来敬拜这个无所不在的上帝，但是大卫真清楚讲到，起圣殿的目的，毋是为着人的方便，毋是要高举任何人，那是为着上帝，为着上帝的荣耀，是为着上帝的心意要得到满足，上帝的名要得到高举，要得到彰显，这是非常重要的。咱理解，当初时双年教会108当前，伫遮被设立，是为着要将上帝的福音遍传伫这个社区中间，是为着这个社区的百姓的需要，是为着要伫这个所在来讲起上帝的荣耀来被设立的。相反，咱若要起造一个教会，咱毋是为着咱人的方便舒适，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荣耀上帝。咱如果若起造圣殿的目的是要夸耀家己，讲咱教会偌有能力，会当起造一个大楼，安尼就完全毋对。咱建堂的心思意念，如果若毋是为着要荣耀上帝，安尼就完全毋对。咱毋是要起造一个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来荣耀上帝，而且无数嘛来讲，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无一定会当荣耀上帝。咱是要伫中间的过程中间，一方面去体验上帝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思想咱应该安怎做，才当互上帝得到荣耀。咱安怎利用教会的资源，不论伫硬体、软体的改变，互上帝得到荣耀，互人得到祝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咱应该爱思考吼，代表讲，我为着上帝的殿已经尽力，所以咱来检视的就是讲，咱为着上帝的荣耀，咱够尽咱家己的困难。咱每一个人拢爱安尼家己问家己，我为着上帝的荣耀，我够尽力，咱够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这是咱第一个爱，因为这是教会设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第二项，那对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起造上帝的殿？是因为信徒对敬拜的渴慕。咱拄则所读的第3节安尼讲，代表讲我除了准备这以外，还阁对我个人的财产中间提出银仔、金仔，因为我爱上帝的圣殿。那拄则所读的台语的圣经是讲，我羡慕上帝的圣殿。羡慕上帝的圣殿，就是羡慕甲上帝三甲地地，羡慕上帝的同在嘛。所以大卫提出家己的财产奉献的动机，是因为伊爱慕敬拜上帝，是单纯对上帝的疼爱表示。因为伊对敬拜的渴慕，自然而然愿意奉献出来，互大家有一个所在来敬拜上帝。伊愿意将伊的金银财物奉献给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因为较想上帝的圣殿，较无敬拜真神上帝，所以咱伊爱来到圣殿中间，所以咱起造这个圣殿。所以咱要为着
教会的中间来做准备，就是讲，咱来培养咱有一粒爱慕敬拜的心啊。其实伫牧师牧会中间吼，上较有压力的所在，就是准备讲章。但是上较喜乐的所在，也是伫敬拜中间去分享信息。因为我每一遍拢会去感受到教会的兄弟姊妹，迄种同心敬拜的渴慕，迄种渴慕上帝的话的迄种心志，迄实在是非常水，非常水。咱顶礼拜，牧师甲大家分享台北的第一讲，叫做竞选，对吧？礼拜结束了，有人来找牧师讲，牧师今仔即个信息吼，甲先咧对我讲的，伊感觉伊亏欠上帝对伊的竞选，伊讲伊爱回应上帝对伊的竞选。咱顶礼拜牧师分享行出悲伤，有搁较侪兄弟兄姐来甲我讲上帝的话，伫迄个礼拜中间，互伊的心得到安慰。所以，咱看见着上帝，就是即个礼拜过程中间动工，互每一个渴慕的心会当得到满足。这是咱教会被设立的一个真重要的目的。所以，大笔伊奉献的动机是伊爱慕敬拜上帝。相反，咱来准备咱渴慕上帝的心，互咱即个礼拜堂真真正正成做真实的礼拜堂。也就是一个敬拜所在，是一个万民祈祷、万民敬拜的殿。咱即马就爱开始准备咱本身，互咱这礼拜堂充满敬拜的氛围，互每一个进入这礼拜堂的人，拢会当得到上帝话的充满、上帝话的安慰、上帝话的带领。这是咱爱明白一个礼拜堂设立的真实的目的。接下，咱就要继续先来讲奉献的代志。咱明白重建上帝一定的目的了后，咱就爱明白奉献的态度。首先，第一个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的奉献爱甘愿而且乐意。咱若注意看，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你对第5节读到第6节，搁读第9节。搁读14节，拢有2字和合本的圣经拢有出现2字，叫做乐意咱看见着，代表讲，什么人乐意慷慨奉献礼物予上主？伊呼吁了所有各宗族的族长、各支族的官长、千夫长、百夫长、王室的财产的主管等等，大家拢乐意。那台语圣经翻译做欢喜啊，大家拢欢喜，奉献本身，奉献这物件出来，然后百姓嘛欢喜，乐意献予上主，大家拢真欢喜，有遐尼侪物件奉献出来，代表王也非常欢喜。所以这个咱若咧看的时阵咱拄则咧听书会咧读的时阵，出现的就是欢喜。这个奉献的过程，大家拢真欢喜，就是甘愿甲乐意的奉献是上帝所欢喜，也会带互人真大的喜乐。所以这奉献得到建立的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咱爱甘愿而且爱乐意。新约圣经中间保罗伫哥林多后书也提起着上帝的百姓爱用一种欢喜乐意的心态来使用家己的金钱。咱看见着这2段经文这2段经文其实毋是咧讲奉献，伊是讲对着需要的人的帮赞。所以保罗咧俄罗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对圣徒的帮赞，伊讲因是照着力量，而且也超过力量，家己甘心乐意的关注。第9章的第7节讲恁逐人爱随本心所定着的，毋通烦恼，毋通勉强，因为关了乐意的是上帝所欢喜。这段伊是咧讲对需要的人的关注，毋是指奉献，但是嘛当互咱对这个中间去看出
咱对咱所拥有的金钱的态度啦。所以经文中间讲，恁逐人着爱随本心所听到的，毋通烦恼，毋通勉强，因为关了乐意的人是上帝所欢喜的。保罗咧解说吼，一个乐意的关系，无应该伫外在压力中间勉强献上。一个乐意的奉献，嘛毋是一时冲动的奉献，事后阁反悔。一个乐意的奉献是安那？经过祈祷思考了的决定，所定到的、所产生的一个行动。意思就是讲，咱伫祈祷中间，伫圣神的帮助下面，咱照上帝的意思来做心中的决定，将心中的决定化作行动来奉献。因为咱的意思是甲上帝的意思一致，所以咱是完全然喜乐的。这过程中间咱咧奉献的过程中间，敢会有挣扎？当然有一寡人会有挣扎。为什么有挣扎？因为当上帝的意思甲咱的想法无共款的时候，咱有个人有咱本身有时无愿意顺服，就有挣扎嘛。咱掠做，咱伫咱的金钱顶面有主权，所以咱咧使用的过程中间，咱会有挣扎。其实咱并毋是咱手中的金钱的主人。上帝才是主人，所以代表明白咱的错误的观念，所以伊才会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提醒咱讲，因为万物拢是你所想事的，阮不过是将属于你的呈现予你。阮将这一切财宝带来，要去做一个圣殿，通好荣耀你的性命。这一切拢是对你遐来，也拢是属于你的。所以代表真清楚咧，咱讲咱手中所拥有的，毋是咱的主权，毋是咱，主权是伫上帝。咱是管理权，咱是上帝奴仆。所以做一个奴仆，伊要管理主人予伊的这个产业，名管理，就是要照主人的意思嘛。所以咱伫这个祈祷的过程中间，就去调整，互咱的想法甲上帝的想法一致的时阵。当咱顺服的时候，咱就甘心乐意去奉献。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咧吟圣诗306首咱每一遍奉献了的时阵，咱拢会吟这首诗歌。其中这段经文讲安尼，这段诗歌讲安尼，讲我的资源献予你，用出拢趁你旨意。因为这是上帝的钱嘛，献予上帝，用出拢爱趁上帝的心意。我的财情你想事，甘愿行你做器具。意思讲，咱所有的拢是对上帝来的嘛，咱是上帝予咱的，所以咱今仔日只是将上帝予咱的，行一部分予上帝，照伊的心意放伫伊爱使用的所在。所以，咱还真清楚。如果咱有清楚这个观念了，咱的奉献咱就会甘心乐意。而且代笔搁进一步来提醒咱，奉献毋是奉献金钱尔，奉献是一个全人的献上。咱来注意看一节圣经是第5节，第5节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伊是安尼翻译的，讲今日有啥物人乐意将家己献予耶和华？咱台语的圣经嘛翻译了真好，伊讲今仔日有啥人欢喜将本身献予耶和华？所以伫遮伊毋是咧指啥，毋是咧指金钱财物的奉献，伊是呼吁百姓将家己献上啦。换一句话就是安那，互上帝有伫家己的身上有完全的主权。咱爱将咱本身完全献予上帝，所以有一个牧师讲上帝毋是爱咱的钱啊，奉献毋是上帝爱咱的钱，是爱咱的命啦，是爱咱的人。上帝爱咱全人奉献予伊，奉献家己比奉献金钱较重要。新约中间保罗嘛有类似的教导，伊讲兄弟姊妹啊，既然上帝遮尔怜悯咱，我肯定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予上帝，专心侍奉伊，
互伊欢喜，这就是恁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所以保罗咧讲敬拜中间，咱拢会有一个奉献嘛。啊，奉献咱拢想讲啊，奉献就是奉献金钱尔，毋是安尼。保罗鼓励咱爱将咱本身的心志，都完完全全奉献。所以奉献了，牧师会甲大家祝福对无？祝福就是一种切恳，就是讲咱礼拜，好，这毋是结束哦，是牧师来大家祝福了，大家出去了，都爱照恁伫礼拜中间领受的，安尼去行。互咱的生命每一时每一刻拢奉献予上帝，来荣光上帝，这才是真实的奉献。所以真实的奉献，毋是金钱的奉献尔，是全人的奉献。而且教会中间的奉献是全体的参与。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伫起造圣殿中间的奉献，是以色列百姓全体拢参与的。大比是做君王的，所以啊伊大声先奉献，然后伊个呼吁这个领袖、这个千夫长、百夫长、族长，大家来奉献，奉献了，百姓嘛做伙来奉献，所以是所有的人拢参与伫这个事工中间。所以咱来理解一点，就是讲，其实上帝伊爱咱每一个人拢参与伫教会的事奉中间。伊无在伫咱讲，咱奉献是多少，是在伫咱够真心要参与伫奉献。我咧看咱的教会的历史中间吼，咱咧起做第3礼拜堂的时阵，迄阵毋是干那当时的中级出了真济力量，真济迄个时阵少年人嘛付出家己的力量吼。我相信咱在座抑有一寡年长的人长辈吼，过去捌参与过吼。比如讲，我即摆互大家看即个图吼，我看着迄个历史中间咧讲，迄个时阵大家为着要募集金钱来起造教会吼，所以吼，因头先做一件代志，就是做资源回收啦吼，收迄个歹糖旧车去卖吼，卖了将迄钱来献互教会。啊，也有当时一寡青年，因为当时咱知迄个时代吼，这是1949年的时阵。电影抑阁无真风行吼，啊，咱有诶青年去租迄个中山堂来播电影，啊，真力去鼓吹卖票，全体拢来参与。我过去伫台南服侍诶时阵，我嘛有做伙中建教会，伫中建过程中间，连迄个细汉囡仔吼，伊嘛摕一个钱筒仔等于欠了吼，较摕伊诶钱筒仔来教会奉献，每一项拢参与。有诶人讲我都经济上较无法度，咱奉献咱诶能力吼。比如讲，咱为着教会祈祷，还是讲教会需要诶所在，咱就去帮衬，每一项拢来参与吼。这是上帝所欢喜诶，是全体诶事工，因为这是咱每一项拢组成即个教会，每一项拢有责任。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诶，就是讲。上帝伊爱咱奉献的态度，就是讲，咱来常常存在迄种奉献的意念。咱看见着18节中间安尼讲，大必替百姓祈求，讲求你互你的百姓常常存在即款的心思意念，坚定因的心归向你。意思讲，咱常常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咱嘛常常存在着迄个奉献的意念。特别为着伊的百姓向上帝祈祷，互因会当存着一粒永远乐意向上帝奉献的心。因为奉献毋是一摆啊，奉献是一生的，是随时的。所以咱伫教会中间，咱看见着倒位有需要，咱就会当参与伫迄款的奉献，互咱的奉献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也互咱领受祝福。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同心来祈祷。求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愿明白去做教会是为着要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满足阮敬拜的渴慕。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阮
伫每一遍的礼拜调敬你的过程中间，就领受你的祝福。主啊，阮也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学习奉献真实的态度，互阮用正确的奉献态度，互阮本身领受祝福。恳求主赐福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来回应上帝听，请起立。圣诗306首 A 调，我的性命献互你，我的性命献互你。请坐。咱续接，各个方面来继续咱的敬拜。首先，我代表教会欢迎头一届来咱中间聚会的兄弟，请你填留名卡。咱座位头就一个留名卡，请你填了以后，交互阮受奉的这个执事。我受奉的意义，牧师因足清楚的甲咱教导，所以咱开始奉献。
起立，咱来做奉献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救阮的性命，保守阮的生活。阮万米拢是相属，阮就你相属属的，阮来献互你，求你采用，安尼祈祷，感谢，求你监察，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大家，咱来关心教会事工，请翻开周报第4页。小会公告：经过2020年12月定期小会议决通过，定于之后2021年1月31日主日第3礼拜以后，伫10楼礼拜堂召开2020年度定期会员学会。为着会当顺利成会，请大家能够踊跃出席。若是因为无办法，请一定要请假。第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要宣布，配合秋冬的防疫的专案，咱也是伫爱注意，因为即马全世界疫情是无虾米款的休困的时阵因为有真侪变款的病毒，所以即这疫苗伊的效力可能无呢真好。但是咱若会当好好的保持咱的社交的距离，好好的喙暗大起来，好好的洗手，应该是 OK 了。第三，新春全家福今本礼拜是2月12号，就是礼拜5，初一上午10点30分，这10楼礼拜堂。第四，关系报道课程是1月26号，礼拜2，甲1月28号，礼拜4。详细时间请大家让参考周报。请翻开第6页。装备课程，超出4名的代表，为2月21号开始17场的课程。每主日早起9点至10点，第109教室204个教室，109号204教室。第5，洗礼造就班，对2月21号开始，一共6个课程，每周日早起9点至10点，第9楼的会议室。翻开第8页，第8页才有20位身体欠咱的兄弟，请往咱来代祷关心。报告以上，即时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网友代祷。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才有一位即个倒药丸小姐，倒药丸，毋知伫倒位，那坐伫倒位？这里外面嘛，好。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到的。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求呢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来到圣殿，领受你的话，领受你的祝福。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
阮所有的兄弟姊妹，阮的肢体中间如果若有悲伤、失志，求主你亲自安慰、激励，也找见四周围的兄弟姊妹，扶持伊、帮助伊、安慰伊。阮中间若有身体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保守，互阮恢复完全的健康。阮要将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保守看顾。特别将阮的新的朋友，都由阮姊妹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保守。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一个补充的报告，在接待所在有接到有即个捡到一个身份证，有遗失的人，请会议了以后，做了到9楼会议室，找干事领。咱即马来念诗吼，圣诗402首。即个圣诗无印在咱周报，请大家看即个PowerPoint 吼，请起立念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将受差遣。